滂沱大雨中，將千針穿我心。大家好，我係凌安娜，有段時間冇見啦。由我2年前咧翻到嚟我家鄉中山南區，喺度祖屋面前唱《舊夢不須記》，開始好多朋友就問我：你幾時翻嚟開演唱會啊？終於咧12月12號，我就喺呢個地方中山南區市民藝術中心香山大劇院喺度開我演唱會。今次唱嘅歌咧，當然係會唱翻我自己啲大家好熟悉我嘅歌啦，好想我唱嘅《舊夢不須記》啊，《人在旅途灑淚時》啊咁。除咗忙我嘅演唱會之外咧，咁我就都最近咧都係錄咗一個新嘅專輯啦。咁啊，同一位我從未合作過嘅係國內嘅一位音樂人咧，鄧偉彪，有2首係新歌。最近咧我就出咗我嘅《真愛如昔》專輯嘅數字版啦，咁大家可以喺各大音樂平台聽到嘅。咁其實呢個專輯咧，我就喺前嗰幾年嘅咧，就喺加拿大嗰度製作嘅。咁啊，由我個好朋友音樂大師盧東尼咧，係做音樂監製同埋做音樂編曲嘅。盧東尼其實同我合作咗好多次噶啦，由唱片公司由寶麗金嘅時候編曲啦，到喺加拿大好多音樂會啊，都係由佢一齊幫手嘅。呢張專輯嘅特色咧，就係有啲爵士風啦。咁而我係將呢10首我自己比較喜歡嘅男歌手嘅歌咧，就用我自己嘅方法同埋編曲啊，咁同阿盧東尼都商量過好多。咁隻手風琴嘅伴奏咧，呢個真係就由盧東尼自己操刀嘅噃。今年咧係我入行嘅45年啦。咁今次咧係我喺國內嘅第一個個人演唱會，可以喺自己嘅家鄉度，可以同好多中山嘅朋友啊，甚至乎可能大灣區嘅朋友咧，大家有個近距離嘅接觸，我自己覺得就非常之有意義啦。